灶王爺爺係查督撐第2部兒童粵劇，第1部《月亮姐姐睡荷香》係新嘗試。我哋以為需要成年演員喺台上幫小朋友執生，所以成年角色比較多。但後來發覺，原來只要排練到位，小朋友完全可以獨立駕馭整場大戲。灶王爺爺就只保留娘親一角，照應台上小演員。灶君為主管飲食之神，監督人間善惡。劇中3姊弟揀飲擇食，唔珍惜娘親辛苦準備嘅飯菜，仲偷入廚房生火煮食，觸怒灶君。灶君召喚3人到灶君庭受審，3姊弟分別先到盧門、渦門、鑊門求取寶物，再向灶君求情。灶王訓示，平日多對娘親暖心說好，就可以減少每日矛盾。大家明白咗，返到屋企唱出主題曲《媽媽朝晚待我好》。查督撐將於今年2026年9月19同埋20日喺香港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演出《點解大風尚》，到時記得嚟支持小朋友啦！我係長大咗嘅查督撐小朋友天雅，到時見。